现在不行，不要逼我。不行，我没有你。对，其实这样就很好听，或者是我没有你。那我们来跟你合一下。我没有你，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。但是有如果，还是要爱你。好听，就是我觉得这样专家也不错，而且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去到彩排的时候，可以就是这样两个一起喷发这样。还是你，警卫。如果没有你，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。但是要如果，还是要爱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在哪里，又有什么可惜？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风不平，浪不静，心还不安稳。一个岛锁住一个人。因为我唱的比较粗犷，比较 man，你也可以试试看，你用什么方法来唱。因为我唱很 man 吗？我等的船不用刻意啦，我的意思说，你用太不适合我了。你要先了解这首歌的情感。对，一个男人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有点进退两难，是那种挣扎。好，跟你刚刚唱的不一样哦。对，比如说你从你的家乡来到台北工作，但你还没有成功成名的时候，你的工作又不行，然后房租又缴不出来了，然后人生还真的有这个时期。然后我的机会在哪里？然后我等待了半天，然后我怎么样去面对我接下来的？所以我觉得是一个，每次你拿到一首歌的时候，你要先了解他的情感，他给你的，然后你怎么样去用你的方式去传达给听众、听歌的人。好。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，风言风语风吹沙。往前一步是黄昏，最后一步是人生。风不平，浪不静，心还不安稳。一个岛锁住一个人。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。寂寞默默沉没沉入海，未来不在，我还在。如果潮去心也去，如果潮来你还不来，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，我一回来你已不在。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茫茫人海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如梦初醒，深深太平洋的深